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阿姨，是的啦。本来我想要甲这间厝布置到阮阿爸在世的时阵拢同款。啊，毋过哦，有做一细项物件，拢毋知等去倒呀。你应该袂怪我吼。袂啦，丽玲，你有安尼好心，我相信你爸爸在照办之下，一定足欢喜才对。阿姨，安尼啦，我带你来恁较早帮你看卖了，好无？阿姨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来添一杯茶互你啉吼。我先休困者，睡就好。拢是我毋好啦，带你来这个所在，你伤心，无我看你啦，你过来听迄坐好啦。我拜托你，好好当遮陪阿囝，我求你，好好当时啊来遮陪阮阿囝讲话，我求你，我答应你，绝对袂去搅扰着恁啦。丽玲啊，拜托你，答应我这个后大人，搁活在这世间，嘛无偌济日子啊，我求你，安尼无？我给你跪阿姨，你莫安尼啦，我答应你就是啦，阿姨。拢是我不好，我明明知影讲你身体唔好，早就应该接你转来大。阿爸若是知影讲你病安尼哦，伊一定会做伤心的。对啊，我听到你讲安尼，我心啊冤客啊！喂，我来紧起来。恁阿爸要过身的时阵，有甲我交代，叫我一定爱找着你。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爱讲互你知。一定是刘伟回来，我来看卖咧。你回来啊？啊，你食毋顿未？你若啉到醉干的啦，无你体落好，我甲你泡一杯烧茶好啊。想啊！离开！走啦！
敢穿在啉到安尼少？无啦，林辉哦，伊真罕咧啉酒，今仔日可能是陪几啊外国客户去应酬，不得已才啉酒的啦。真空厝内底要甲一项物件是属于我的，我啥人要过来转来？准说，搁较早是你用早送伊来陪，啊无伊捌倒来囡仔保袂掉。你讲啥？伊已经有新了？是啊，伊一定有新2个月啊，你上好是对较体贴的。我啥人毋敢坦白甲讲，我早就知影代志的真相。伊较莫在我面头前做。你这，我讲你！阿爸，你咪住！我无你出去！阿爸，阿爸！我惊我一旦若讲出来，今仔所有的一切，尤其是阿爸的工厂，袂使，我一定爱忍。也若无阿爸甲妈妈离开，敢毋是就失去了意义？春啊，咱毋是约好适应哦，7点才去签约。你真早就甲阮叫啦，鸡汤都还袂开咧，我免偷这钱啦。阿伯，坐啦。阿伯，问题啦。多谢多谢。阿春啊，你毋是讲有真重要代志要甲阮讲？是毋是你要介绍恁那个客人小妹仔甲阮熟识？伊人咧？伊去买菜啦。阿伯，我甲恁回实的啦。嘿，阿春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你是毋是后悔啊？敢讲你已经面头无爱拍阮啊遐？毋是啦，我毋是后悔啦。着阮翁伊吼，哎哟，这叫我是要安怎讲啊？反正就是，阮决定要来卖啊啦。阿伯，阿母，我知影恁拢是好人，总讲一句哦，拢是我毋对啦。这10000块的定金，麻烦恁收转去。若安尼吼，嘛无啥物好讲啊。等。阿伯你，阿春啊，我这个人毋是讲无讲道理的人啦。咱做人做事啊，着爱讲信用这2字上要紧。你已经收我定金啊，这是像咱上好的买已经成立嘛吼。恁若会反起反倒，念着讲要卖，念着讲唔卖，恁着甲阮这2人我咧比算啊。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无恁算看卖啊，看我会赔偿恁偌济损失，恁开一个价好无？好啦，煞去啊啦。亏伫咯，阮也无啥物损失啦。王啊，莫甲阿春啊吓惊啦。我咧看吼，伊绝对毋是故意要安尼做的啦。阿春啊，是毋是别人出较宽价，你才无买干嘛？毋是啦，阿伯，我阿春绝对毋是迄款人啦。是阮翁哦，伊一个朋友啦，讲要先借阮10万块，阮的面单是暂时先交互伊经营，等阮啥物时阵若有钱用，伊才搁甲面单还阮啦。阿伯，阮翁哦，伊实在是做毋共迄间面单，所以我才会对2个人失信。既然你都安尼咧讲啊，我若搁坚持落到底嘛无意思啦。平时讲我这人咯，小脾气的。好啦，好了，是啦，收起来啦。我看咱是无缘通去合作啦。走，代志讲了，钱会拿袂，我讲袂放心，叫我dinner看卖啦。阿土，
这。阿头啊，啊你毋是倒去厝里甲恁老爸咧斗死猪，啊当时说起来，啊？这。你敢毋是李辉啊对无？啊你。你敢毋是李辉啊对无？啊你。那也拄好啦，爸阿嘛，好面有影世界咧找咯，找到要起闪啊！我赶紧卡摕落去。阿头，我做你去卡。爸啊，阿孙啊，你讲有一个朋友指定要招你，是毋是这个阿头？是啊，阿土啊，嘿，你哪有遐尼侪钱啦？啊，你较早毋是送到后尾5几粒去啊？2、3工就走，阮兜咧食无讨的。哦，啊，才偌久无看尔，搁会摕钱要招人哦？啊，你是咧变啥梦啦？我，迄钱追倒来，哪能够问啦？这款也无止无去啦，来走啦！阿伯啊，王啊，阿土，这到底是变啥梦？阿土，李慧，你甲阿伯阿姆有熟悉哦？王啊，王啊，你嘛惊到翻嘞！哎呦，我要喘死我！啊，大家知影咧啦，你调行遐慢吼，就是通互阿土通捉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唔啊，哦，爸，你愈来愈有勇气，行路咱咧飞安尼，我咧第二脚叫你袂着。无差你装卡囡啊，走这路就皮袂喘，无路用。好啊，来，进来，光试试来。唔啊，多谢哦。阿明辉最近好无哈？你莫提起你精神啦，阿土，我即摆问你啥，你甲我回答啥。我若无问你的，你半句都袂用讲哩。啊，若无吼，你即摆随甲死走。是。你甲阿春安人阿某是好朋友是无？爸啊，是啊，阿明辉哦，阿土，阿春安因先生是带倒一间病院。爸，你这意思是要去看天竺是无？天竺啊，阿土啊，你是讲阿春因先生是天竺啊？是啊。你甲伊先生有相捌是无？是啊，伊就是迄个罗摩啊，你煞去互袂记的。啊，有一摆明辉伫咧巷仔口甲伊相拍，啊，咱明辉哦，目睭嘛去互拍一个乌青结灰啊。啊，是伊哦。莫怪哦，莫怪吼，米辉会出现伫因兜啦。啊，这阿春啊吼，啊咧开嘴合嘴讲伊认的迄个客小妹，当时啊就是伊哦。啊，倒一个是米辉，我哪无怀啊？啊，就甲阿土同齐入来迄个少年查某囡仔啊。啊，迄个大巴肚的哦，迄个查某囡仔。就是，我嘛感觉奇怪呢。啊，伊较早哦，甲咱明辉啊感情足好的呢。啊，哪遮尔紧就去爱着别个查甫人啊？你插人迄不点不改代志要创啥啦？本来我搁拍算讲来找阿孙咱先生来参详看卖，看会当用这个合果的方式来经营。啊，再看啊，这个情形哦，唔免伤看啦，好上来走啊！等一个啦，王啊，敢讲你心肝遐尼雄雄？你敢一点仔拢袂关心讲恁囝伊的生活是好还是歹？我插伊要创啥？伊早就唔是我曾在王的囝啦。王啊，你若要讲这个话啦，不管安怎，明辉嘛是我安尼派10个月巴肚甲生出来，我安尼辛辛苦苦甲伊保养大汉的骨肉，你心肝向会落，肝向袂落啦。阿土啊，明辉安怎？因某对伊好无？是毋是定定讲使迄个性地甲伊欺负？啊，若会安尼吼，伊家己做得来啦，死好啦。爸啊，啊，
恁误会丽玲啊啦。人丽玲咧私校有明妃哦，那就咧私校皇帝吼，迄生活足享受的呢。而且搁再讲哦，丽玲即摆嘛有生啊吼，明妃也连要做老爸啊呢。你是讲拄着明妃因爸母，啊因即摆住伫明妃大兄遐。是啊是啊，啊明妃呢？我著拄一电话打电话找伊，拢找无伊啊。伊若要知影即件代志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啊因甲你讲即摆住伫倒无？无啊，阿伯叫我甲明妃讲，啊毋紧甲讲咧。啊，毋过后尾啊，我有甲偷对呢，煞当场去互阿伯杀着，有够歹势啊！阿土，我想哦，即个代志哦，暂时莫甲明妃讲较好啦。这哪会使啦？啊，明妃哦，四界哦探听爸母的下落的，一直拢无消息，为着即件代志哦，伊心内偌艰苦，你敢知？我当然嘛知，阿土啊，你毋通误会呢。我是烦恼讲哦，明妃因爸母搁咧想起明妃，若是讲明妃即马去找伊，大家歹面相向，安尼是毋搁较惨？哎呦，迄哪有啥物关系啦？啊，等互因闹骂两句啊，要上济我管两个啊，迄毋就拢无代志啊？但是若是这么简单哦，就好啊。明妃因爸母的性地哦，你比我搁较了解。若是因愿意搁做因走，以后若要搁找伊，毋是更加较困难啊？你讲对无？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啊，啊，毋过吼，爸啊吼叫我一定爱照抓吼，袂使甲明妃讲即件代志啦。唉，啊，毋过我甲明妃是好朋友，我若无话讲吼，我心肝会艰苦啊。我当然嘛知，我只是叫你暂时莫甲因讲，毋是叫你莫插面啊。阿土啊，啊你毋是凊彩咧讲明妃因爸母，就若亲像你家己的爸母共款。我希望这段时间哦，你代替明妃去友好因爸母，啊等因两位老大人去了消，我再谈明妃哦，去求因两位老大人的原谅，才免转来大一家团圆，安尼毋是真好？赞！你真正有巧诶！叫我即摆有马上来调查阿伯到底啥物所在。这个事吼，你体个啦，啊甲两位老大人吼，你我补品啊啥，啊你若到办需要啥吼，你才转来甲我讲。好，我来去哦。喂，哦，好，你稍等吼。美惠，美惠，你电话。喂。哦，是你哦。哦，是你哦。好，再见。美惠，啥物人打电话来啊？一个朋友啦，大嫂，我出来一下，等你转来。你有要紧的代志找我啥？明妃敢知影你巴肚里囡仔是伊的？伊毋知影啦。毋是啊，毋是啊，我毋是这意思啦。我是讲我巴肚内的囡仔，毋是明妃的啦。你莫误会。哼。这个囡仔真是毋是明妃的，你莫有白药。哦，是我乌白药。你敢敢摕这个囡仔性命来救抓？讲伊毋是明妃的，嗯？你敢知影？我即马嘛有明妃的囡仔。
安尼你应该了解，我即马老公你才对。是的啦，不过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让明辉知影这件代志，我永远都袂甲伊讲。我就相信你。你的个性甲我无共款，自细汉，只要我喜欢的物件，我一定想办法得到伊，占有伊，将伊当作是我一个人的，绝对袂掺别人份。对明辉，我嘛是这种心理，你捌无？明辉是我的翁婿，是我囡仔的老爸。假使人若是要来迫害我，我一定会不得手段来对付伊。除非伊，除非啥物？你哪就惊干呢？这啊，惊背敢袂忝？唔免啦，我去惯势啊。你按算将来，要向囡仔安怎讲你的身世？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。明明知影咱有的无份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是一